好，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午安。好，少少熱身啦。我諗大家今日攰唔攰啊？幾點入到嚟啊？行咗幾多地方啊？嗱，呢一個 section 咧，我就用廣東話啦。咁當然咧，如果有啲問題英文，如果係普通話，我可以應付到嘅，我都會盡量解答。好，或者簡單問熱身啦。有幾多係家長啊？坐喺度？哇！我諗有70%到80%啊，所以做家長都辛苦啊。要幫自己嘅仔女都要再打算去到大學階段，要幫佢哋揾資料。好，有幾多同學喺度㗎 ？OK， 中6嘅 ，OK， 中5嘅，中4嘅，中3或樓下嘅。好，欣賞大家。嗱，各位同學，我真係好欣賞你哋。嗱 ，Info Day 咧，每間大學咧，我頭先有少講水出邊咧。唔係淨係嚟攞紀念品 souvenir 個主要 information day 就真係攞資訊。咁特別係低班啲嘅同學咧，你能夠喺中3、中4開始幫你自己諗你大學想做啲咩咧？呢個好好嘅一個開始嚟嘅。我鼓勵你繼續去唔同大學去真係揾，因為坦白講喺中學你得3個選修科，你能夠理解到喺大學你可以讀啲咩主修科咧，係相對有限。嗱。我係 Arthur Lau， 咁而家我今日用呢個講座嘅帽咧，就係用喺我係叫 AISM 去講呢個跨學科學院。我一路介紹咩叫跨學科學院，就將一個副院長就負責本科生，即係 first degre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嘅同事啦。嗱 AIS 咧，一陣先賣個關子，咩叫 AIS？ 但係呢個 slogan 咧，即係呢個標語咧，就係我係想達到嘅 learning without boundaries。學習係無界限。嗱，學習無界限嘅意思咧就係話，頭先有喺外面有啲家長問我冇 science background 嘅喎，我可唔可以讀環境？可以。我唔係 engineering 嘅，我可唔可以做即係將來做啲 engineering 相關嘅工作咧？喺我哋理念上面可以。嗱，點樣開始咧？大家坐喺度，我想大家回顧10年前，今年2015啦，唔係 sorry， 今年2022。我已經去咗啦。10年前係2015，對我嚟講可以好近喎。嗱，2015好相信啦，在座啲學生咧就已經喺你所謂小學階段嘅，啱唔啱啊？啱唔啱？坐喺度嘅家長，你諗下10年前你照顧呢個小學生，同而家你照顧呢個中學生完全唔同咗。嗱，我係想睇第一樣嘢喎，大家有幾多個係果粉嚟㗎 ？Apple 嘅 fans， 你而家用緊用咩 model 啊？17係最新嘅 model 嚟㗎。你記唔記得15年 iPhone 嘅 model 係咩？記唔記得？6 10年嘅變化大唔大？喺科技大。第二樣嘢，我想問在座有工作嘅香港港交所每間上市公司要交 ESG report， 大家知道啊？除咗個財務報告 ESG report。10年前2015有冇？冇，因為佢係2016年先至開始鼓勵性嚟交。商業上面10年前變化好大，啱唔啱？10年前我哋再睇，我哋而家講緊嘅 ChatGPT AI 係幾多年前跳出嚟㗎？2年前，我仲記得科大好大膽第一間講出嚟，我哋鼓勵學生用。有另外一間我哋姊妹學校，我哋禁止用，因為驚抄襲。10年前有冇啊？冇。最後一樣嘢同我哋個息息相關嘅，有諗過我哋嘅氣候啊？嗱，今年我哋做學生好開心喎，2個10號風球，2個黑雨一個禮拜裏面，返工亦都有啲開心，因為可以唔使返 office。但係有啲唔開心，因為啲嘢都係要做，啱唔啱啊？嗱，我講緊呢樣嘢10年，對我哋嚟講個變化已經好大，喺科技上面，喺商業上面，喺氣候上面，喺我哋學習上面，10年好大變化。跟住我哋想問啦，喺呢一啲個情況裏面，如果我再前望10年又如何咧？喺我哋前面10年嘅挑戰會係啲咩咧？嗱，我問呢個問題咧，唔係問家長噶咯喎，
係真係所有同學喎。10年之後，你讀大學，你畢業，你嘅挑戰係咩咧？嗱，呢個亦都成為我哋嘅問題。大學教育點樣去預備大家去面對10年後嘅挑戰？係咪大學應該有嘅？啱唔啱？呢個就係 AIS 嘅目標。10年後要挑戰啲咩咧？我哋都參考世界經濟組織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佢每一年都做個 projection 啊，即係有一個預期，成個地球、成個即係我哋世界各方面嘅發展，人才上面嘅需要係啲乜嘢嘅人才？呢個大家睇唔睇到啊 ？Skills Global Citizen 係咩咧？我有一個全球觀、世界觀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kills 有冇一個創意嘅能力 ？Technology skills 追得上科技嘅發展 ，interpersonal skills 人際關係合作嘅技巧 ，personalized self-paced learning 更加緊要，變化咁大，我哋識唔識 self-learning？ 唔係學院，唔係課程，我哋都可以 keep 住自己進步。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learning， 我哋可唔可以同人一個佢係融和性嘅一切嘅合作 ？Problems-bas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團隊合作精神。Lifelong and student-driven learning， 呢個對大學好大嘅提示，可唔可以學生為本，俾學生一個終身學習嘅技巧？我想問，如果睇完呢樣嘢咧，有冇講係邊一科嘅？係咪 engine 淨係要有？係咪 science 獨有嘅？係咪商業嘅同商業科嘅同學先要有？其實唔係喎，係全球性。嗱，正因為係咁咧 ，WEF 都講到咧，有啲乜嘢可能嘅工種咧，面對緊呢個挑戰咧，技術上面嘅轉變啦，嗱，綠色嘅轉變就係我講嘅 ESG 啦。demographic shift 就係人口變化，香港嚟銀髮經濟開始出嚟，咁每個社會有啲唔同嘅。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s， 嗱呢個就係可能牽涉到而家地緣嘅政治啦。中美而家喺個關稅上面嘅爭奪，呢啲我哋有冇意識咧？會影響緊我哋嘅喎。economic uncertainty， 特別而家個因為要保護主義咧，會唔會引申一啲對我哋下一代將來嘅工作機會影響好大？嗱，呢啲又係咪每一個有邊個學科可以教到我哋嘅？冇。再俾大家睇，有邊啲行業喺 WEF 世界經濟論壇預計嚟緊嗰10年、5年添啫，會增長最快 ？AI 冇問題，一定係㗎啦 ，Big Data。但係大家睇下 network cyber security 同個網絡有關，technological literacy， 但係我哋 pick up AI 有幾快？我哋 pick up 我哋即係去對啲新嘅科技去嗰個接受程度有幾高幾快？嗱，跟住呢個咩 creative thinking 創意，跟住咧 resilience、flexibility and agility 就係我哋有幾抗容性，個韌性有幾高？curiosity、lifelong learning 係咪翻轉頭啊？係一啲學習嘅態度。跟住 leadership and social influence， 我哋會唔會有個領袖才能？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社群、我哋嘅社會？talent management，OK， 我哋個所謂專才，我哋個技能、才能幹上面嗰個 develop， 嗰個發展 ，analytical thinking 分析性嘅思考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環境嗰個價值觀。但我又想問大家，如果呢個10個所謂 fast growing skills 係講緊同環境、同 technology、同我哋所謂嗰個群際關係好大關係嘅喎。嗱，基於係咁咧 ，AIS 係咩咧？我係叫一個跨學科學院，就係基於我哋一個好強嘅基礎，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人文科學院。我哋覺得咧，我哋跨學科學院咧，就係面對未來嘅挑戰，我哋可唔可以幫我哋同學預備好，特別喺個 soft skill 軟技巧上面，去面對未來嘅挑戰。嗱，喺呢度咧，
我哋可以講，其實我哋講緊呢個嘗試咧，唔係今日嘅。我哋喺最早咧，2003年咧開始，就嘗試用呢一個所謂雙學位課程 Dual Degree Program DDP。頭先如果有其他張講過，就係早前有一個講座講咗噶啦。第二個咧就係2010年講15年前，呢個講緊咩咧？環境同埋我哋個商業嗰個結合性，一陣我會講多少。第三個咧就係2016年，講緊就係每個學生自己有自己嘅課程，佢想做乜，我哋幫佢發展。跟住呢個 IDT 就係創意設計同埋工藝，就係反而係利用一啲創意嘅思維，去點樣我叫 design thinking 創意嘅思維，去幫唔同界別解決問題。已經脫離咗工程，你可以係一種工具，你可以一個 fashion， 你可以一個系統，你可以一個商業嘅運作嘅設計，呢個就好闊㗎啦。好啦，跟住我哋喺2021年，大概4年前就有一個所謂綠色金融經濟嘅課程，然後喺2021年我又開始一個所謂延伸全修。嗱，我哋可以講咧 AIS 你見到唔單止係香港，喺整個大中國呢啲課程都係有嘅第一個。嗱，第一個係咩咧？我哋肯嘗試咩咧？嘗試一啲新嘅課程，去面對社會新嘅需要。咁嗱，我哋 AIS 咧見到，雖然我哋喺2003年有第一個跨學科課程，但係我哋去到咧舊年咧，sorry， 我哋舊年咧應該前年啦，喺2023年7月1號咧，我先正式成立呢個係科大第5個學院，亦都話俾我哋香港社會聽，話俾我哋呢個區域聽，科大肯承擔一啲創新嘅課程。咁因為咁闊咧，所以大家見到咧喺我哋呢幾個課程裏面咧，其實例如同 engineering 工學院好唔同，工學院有啲好大部分都好相似嘅，不過你有唔同嘅專業發展，係咪啊？理學院有啲都好相似，所以有 Science A、Science B。Science A 咧就可能係數學、物理、計數性多嘅 ，Science B 可能化學、生物、Life Science 嗰邊又多啲，比較呢啲相關多啲。但係你見到我哋課程咧，其實每一個都好獨立、好唔同，所以喺跨學科學院咧，我哋可以講嘅就百花齊放。嗱，呢度咧就係我哋整體大概嘅課程啦，就每一個課 DPP 咧就50人啦 ，EVMT 40人啦，IM 呢個因為好獨特嘅就唔係好多人嘅啫，咁就呢個綠色金融咧都有30個人，而呢個IDT 咧就嗰個創新同埋嗰個設計嘅工藝課程咧就都有35個。嗱，人數唔算好多，但係我哋係講話我哋有個好獨特嘅課程嘅設計。嗱，我哋嘅設計去幫我哋同學去所謂面對未來嘅挑戰咧，我哋個課程裏面咧走唔開，一定有我哋所謂核心嘅一啲知識同埋技巧。但係我想強調嘅咧，我哋更強調就喺外圍呢個圈啊。外圍呢個圈咧，我哋俾好多課堂以外嘅經驗活動俾我哋啲同學。以至我哋同學咧，就將佢哋學習嘅嘢咧，可以透過呢啲課程以外活動咧，結合社會上嘅需要，然後咧就我係希望透過呢實際嘅經驗咧，去培養同學呢啲所謂軟勢力，例如軟嘅實力技巧，例如溝通嘅技巧、領導嘅才能、解難嘅問題、批判性嘅思考，就透過啲實際嘅個案咧，去幫我哋同學去發展呢啲嘅軟技巧。好嗱。所以你見到呢個係我哋好着重，唔係講 knowledge， 唔係講緊我邊一科，而係講緊呢一個嘅軟技巧。OK， 嗱，我哋成唔成功咧？其實我哋都好 proud 嘅。呢個俾大家睇到一個少少嘅數據。喺2024年講緊係即係舊年即係舊年暑假嘅畢業生啦。我哋整體喺我哋學院跨學科學院咧，同學嗰個平均嘅薪金咧係35,000蚊。比再前一年咧係高咗21%。嗱，咁我唔知啊，作家長你可唔知道？一畢業有35,000蚊平均，你知道我哋同學嗰個競爭力有幾強，係嘛 ？OK， 嗱，雖然呢個係一個可能性，但係我諗我哋自己想強調咧，每個同學發展，我係希望佢揾到自己發展條路。我係俾佢嘅咧，就係一個準備功夫，個課程上面嘅基本知識技巧，但係更加希望佢同我哋無論4年、5年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培育到佢哋個人發展，佢自己一啲軟技巧越嚟越強，
去面對未來社會一啲唔同嘅競爭。好嗱，因為咧每一個課程都有自己專題講座，所以我喺呢度咧我唔會花好多時間落去。簡單我會即係強調，例如呢個第一個雙學位課程咧，你可以講就係話呢一個咧，我係希望咧訓練我同學有兩張刀嚟，一張係咩咧？係啲所謂 technical 技術性嘅，一張咧就係商業嘅認識。所以咧，我哋嘅同學所謂雙學位係咩咧？就一個可能係工學嘅學位 engineering 或者係理學院，即係比較係我哋傳統講 science engineering 嘅 degree 一個學位。而第二個咧就係講緊一個商業嘅學位。嗱，如果我用第二個角度講，香港而家好鼓勵創業係咪啊？好鼓勵一啲創業創新嘅工業，可以發揮同學所謂嘅創意，然後變成一個實業，而呢個實業可以變成一個所謂一個商業嘅模型，你可以推廣出嚟一個 product， 係咪啊？要咩咧？你要知道一啲工藝，你要知道啲商業方案，你要知道啲財務安排，啱唔啱？如果你一個人有晒呢啲嘅時候，即係話你自己可以搞得掂，你唔使揾 partner。你揾 partner 嘅時候有另外問題夾唔夾啦？你有冇呢啲擔心嗰啲擔心啦？點樣 share 啦？呢啲全部都係好實際嘅考慮嚟，係嘛？咁所以呢一班同學咧，你見到咧，我亦都容許同學按自己嗰個興趣發展咧，喺工學院裏面咁多嘅主修，包括喺理學院呢個主修，另外就喺商學院任何一個主修一個組合，總共可以有84個唔同組合俾同學。咁即係話咧，同學 A 可以用 marketing， 然後跟住機械工程。第二個同學可以講緊係個 global business 環球商業，配合佢可能就係個師傅或者航空工程。就所以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獨特性喺度，令到佢出到社會咧，佢有佢嗰個競爭力。好嗱，因為呢個咁嘅雙學位咧，所以呢個課程係要求5年嘅，要5年嘅時間去完成呢個課程。我反而想 highlight 強調一樣嘢咧。呢個俾我哋同學嗰個所謂增潤啊 enrichment 喺邊度咧？就係呢個我哋只有自己嘅 course， 將科技同埋商業結合。咁啊，包括咩咧？例如呢個 corporate consulting project 見到 Google， 每一年我哋會有啲大嘅機構，例如話McKinsey 啦 ，even consulting field worldwide， 即係麥肯基時啊 ，McKinsey 一間好環球性嘅啲商業顧問工程公司。曾經俾過我哋呢個 capstone project， 就係佢哋嗰啲管理人士，俾佢哋牽涉到一啲嘅方案佢需要。嗰一年裏面，我哋班同學幫佢砌個方案出嚟。Google 有呢啲咧，就係變成我哋同學實際可以同公司嘅合作咧，將佢哋所謂個talent 佢嘅才幹，無論喺工藝上面、工程上面，無論喺商科上面，佢可以發揮出嚟。第二個咧就係見到呢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係咩咧？嗱，呢啲就唔同嘅公司曾經去幫我哋啲同學做一啲咁樣嘅 project， 有政府嘅，有私人嘅。sorry， 政府、運輸署、投行、環境顧問公司呢啲可能電信公司 JP Morgan。OK， 嗱。另外一個咧就見到呢個 Ivy League 就係叫咩咧？我哋每一年都會另外同最少3間外地嘅大學，每一間大學俾20個學生出嚟，加埋80個，然後去唔同嘅地方，一樣有一個所謂商業個案，將呢80個同學打散去，即係話我哋學生同另外3間大學嘅同學有機會合作一個團隊，去解決一個當地嘅方案。嗱，呢個亦都幫我哋同學做咩咧？去開始接觸唔同文化嘅合作啊，亦都有一個國際性嘅接觸同埋視野，喺唔同地方有唔同嘅需要。咁我哋同學就可以透過啲實際嘅過程咧，將佢哋喺呢度所學嘅，無論係工程嘅嘢，無論係商業嘅嘢，佢可以結合啦，用到出嚟。嗱，因為咁咧，所以見到咧，佢哋嘅就業率係好高嘅。頭先我話35000咧，呢班同學其實喺 high end 咧就拉高咗我哋嘅。OK。嗱，咁呢啲就係講緊佢哋啲公司咧，就見到其實你見到好多都係全球性嘅一啲環球性嘅公司。第二個我想講咧就係呢班同學咧個創意咧好多，有2家已經係上咗市㗎啦。佢亦都因為個創意咧就攞咗好多唔同嘅獎嚇。咁呢個就係我諗喺呢個雙學位課程裏面咧，我哋同學嘅優勢嚟嘅。好，第二個課程我講緊呢個環境同埋商業。嗱，我唔知在座咧家長可能覺得做環境做咩咧？環境係咪我哋就係即係去保育咧？有。係咪淨係去減少廢膠咧？有。係咪淨係去清潔海灘咧？有。
但係咪唯一係咁咧？當我哋如果咁睇嘅時候，科大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嘅。我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喺所謂排名上面咧，喺海潮發展上面嘅影響咧，我哋連續2年係排第一喺香港，全球性我哋都唔差，我哋應該喺第19嚇，喺香港我哋係第一嘅。好嗱，個過程係咩咧？呢個課程就係我哋嘅目的，我哋睇到個環境咧，保護環境唔係淨係我哋身體力行去執行晒，更加重要，我哋可唔可以影響到香港主流嘅經濟就業、商業、金融？你可唔可以喺公司裏邊推動多啲綠色嘅措施？例如話嗱，在座好多女士啦，莎莎呢個品牌大家唔熟悉嘅，唔會唔熟悉啦。我舉一個例啫，在座好多男仔喺度啦，波鞋可能我都好普遍嘅啦。你諗下對波鞋，我哋着上腳，佢背後係咪好多資源要用？係咪好多製造過程能源要用？嗱，如果喺商業界裏面能夠佢哋例如話用多啲循環經濟，佢唔去開發啲新嘅資源，喺製造嘅過程裏面，佢能夠提高個能源效率，佢就可以減低佢用電嘅能量，對公司慳錢喎。但係對個環境對我哋嘅世界地球咧有保育嘅喎，啱唔啱啊？咁再加埋，如果大家都記得，如果頭先我講香港港交所2016年開始要求 ESG report 係咩？係真係你要去面對你依係咩環境上面嘅數據，你用幾多？咁呢個變成將環境同埋商業一結合咗之後咧，其實喺就業機會咧就高咗好多。嗱，今年我頭先都用到呢個例，畢業生揾工好大挑戰，成個氣候唔係好好，大家都知係咪？咁喺呢個課程裏面嘅學生喺7月嘅時候，今屆有30個學生，已經有70%咧揾到工。咩工咧？ Big Four 做佢哋所謂 climate risk 同埋 ESG consultant， 環境嗰個氣候風險同埋 ESG 嘅彙報。有咩？有 MT 係 Mark and Spencer 喺東方海外船運公司。有唔同嘅情況，我哋啲同學其實揾，因為可持續發展個需求喺社上仍然係存在，所以揾工佢哋好即係個好理想，我可以咁講。咁喺呢個課程裏面咧，見到咧，我哋就會所以整合咧，我哋唔係話我教 physics， 唔係我教 science， 而係我哋將成個課題咧，將科學、將商業、將所謂政策，我哋擺咗落嚟咧，俾啲同學有個全面觀去認識，以至到咧佢哋係可以喺佢哋就業上面咧有個優勢。嗱，可以講呢個就係亦都係一個我點樣將我哋嘅同學結合去唔同嘅商界，呢個就係個 capstone project。係1年嘅課程咧，同學就係要做一啲唔同公司俾佢哋嘅 project， 然後幫呢啲公司咧俾出唔同嘅方案去解決佢哋嘅問題。舉例金門咧，一個好大嘅香港建築公司，跨國嘅，佢舊年同 Swire 啊太古 PP6 喺灣仔嗰度咧 Pacific Place 6嗰座 building 啱啱起好，而家喺商界面要求咧就係嗰個 TNFD， 所謂自然方案嗰個嘅風險。我哋班同學就幫佢哋用 PP6 做個案例，做咗一個類似顧問嘅方案俾佢哋。喺做最後報告嘅時候，其實我好 proud of 我哋個班同學。太古嗰邊個高層講咗一句：呢班同學可以取代我哋嘅顧問。佢哋俾出嚟，比我哋嘅顧問俾出嚟更紮實。嗱，我諗舉呢個例咧，就係想俾大家睇到，同學當佢投入付出嘅時候咧，佢係揾到好多佢哋嘅機會。嗱，我亦都幫同學帶出去讀環境，唔係喺個課室裏面，喺4棟牆裏面，我哋就帶佢出去做呢啲唔同嘅 study trip 咧，去研學嘅。咁我哋唔同嘅城市有唔同嘅主題，就幫你實際睇到喺環境上面佢要應用出嚟嘅時候，除咗可以點樣應用，亦都實際面對啲咩難題。透過啲訪問，特別嗰啲問答嘅環節咧，同學就可以了解多好咗。OK，嗱，頭先我講啦，我哋唔好淨係覺得環保係呢啲，但係當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呢個我係第一屆畢業生，你見到佢好多啲好好嘅發展。喺投行啦，例如話UBS 有一個咧就已經係做緊佢哋嗰個 sustainability lead， 有一個喺國泰做緊佢哋所謂 subsidiary service 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ad。咁大家如果坐國泰機咧，你留意佢哋餐飲業，留意佢哋餐具，全部而家可以洗㗎啦，唔會一one off 即棄㗎啦嚇。
咁呢啲就係我哋頭先講，透過佢哋落到唔同嘅實業裏面咧，去推動呢啲更加綠色可持續嘅發展咧，就對整體商業上面嘅嗰個所謂個利潤佢可以保障，同時間亦都可以保護到環境。好嗱，咁呢個係個職業嘅路向啦。咁呢啲就係啲公司嘅品牌，佢哋去可以揾到佢哋嘅工作。好呢個 program 咧，仲要順帶一個咧，就係而家佢有個認證，就環專會。嗱，咁在座我諗啲家長可能聽過工程師學會香港。嗱，工程師學會係香港當時係唯一一個政府認可嘅專業學會環境。呢個環專會咧就係政府第二個認可同環境工作有關嘅協會，即係話咧佢哋如果成為專業會員咧，就等同於一個 charter engineer。大家明嘛 ？charter engineer 如果喺政府入職點咧，講緊係37萬幾蚊。如果一個 engineer 嘅 level 咧，就可能係3萬幾蚊。咁即係話咧，如果同我喺呢個環專會成為專業會員咧，佢一定可以等同於一個專業工程師嗰個嘅等級。好嗱，最後呢個 program 我想提係 IDT， 因為佢都有個 talk 或者有個 taster workshop 嘅，大家可以有興趣知。呢個我可以講更加啲，我着重個軟技巧，成個課程設計咧就係同個思維、個設計思維、用家需要嘅思維。然後喺呢個思維上面可以點樣透過唔同嘅工藝組合 mix and match 去幫個用家需要達到佢哋嘅效果。所以見到咧，佢哋呢一個咧就好第一個好 experiential 喺4年裏面好多個 studio work 喺個工作室裏面就好多同手動嘅工作。咁呢個大概大家俾見到啦。佢例如啲 design system thinking 啦，然後就利用相關嘅 technology， 然後就有啲所謂創業嘅精神啦，然後就發揮佢創業做呢個策略。大家見到呢個咧就係、你見到呢個 drones 啦，你見到呢啲係工地用嘅帽啦，你仲有一架電車今次冇擺出嚟嘅，就呢啲同學可以應用呢個所謂設計思維咧，去解決社會唔同界別嘅唔同嘅需要。咁就同學見到呢啲都係佢畢業嘅路向咧，亦都係好闊，有品牌嘅公司。好嗱，時間關係咧，呢個我就唔多講啦，因為 IM 咧就係話要入到嚟先嘅，第二年先考慮。我哋個理論就話，有啲同學咧可能自己已經有個方向，有個目標嘅，我哋就會點咧？我就會幫同學按住佢嘅目標，幫佢設計一個課程，而呢個課程咧係佢獨有嘅啫。舉例，例如話呢一個每一個課程咧，就係我哋而家現有學生或者畢業嘅學生，每一個課程有幾多學生咧？1個。咁你可以咁講咧，其實呢啲嘅所謂 IIM 咧，即係個別主修嘅跨學科項目咧，其實我每一個學生背後有3個教授咧，喺呢4年裏面咧帶住佢經過，俾嘅資源係好多嘅嚇。咁呢個就係發揮，如果同學有自己嘅目標理想，佢可以同我哋傾，我哋幫佢設計一個度身訂造嘅課程去幫佢。好。嗱，最後呢個咧就綠色金融啦。咁呢一個綠色金融，我諗因為個 talk 咧就主要喺B School 嗰邊。咁我度即係順帶介紹咧，就係我哋希望咧，頭先我哋講 EVMT 咧，就可能喺實業上面前線去推動綠色嘅轉型做綠色運作。香港走唔開財務一個社會，錢可以推動好多嘢。呢個綠色金融咧，簡單講，我係希望透過一啲財技，可以推動更多公司可以做多啲實地綠色嘅轉型，去幫助呢個加快呢個轉型嘅速度。所以有咗呢一個所謂綠色金融嘅課程。好嗱，咁呢個課程咧就今年先至會有第一屆畢業生。我係好期待佢哋咧畢業嘅時候嘅路向會反映翻俾我哋有啲咩嘢需要改善。好嗱，最後一個咧就我叫 Major Plus X 一個延伸主修。嗱，延伸主修係咩意思咧？嗱，我哋暫時已經有2個，一個就係 AI， 已經係3年前我哋有㗎啦。第二個就係Digital Media and Creative Arts，呢個又係發揮創意喺個所謂網上面嘅媒體去發揮呢個創意。我哋嚟緊今年開始會有個 Sustainability 開始做發展。咁呢個係咩意思咧？嗱，例如話同學，我喺 Engineering， 我喺 Science， 我仍然例如我對Civil Engineering 機械工或者機械工程或者土木工程有興趣，我可唔可以讀個工程嗰個做主修？可以。但係點樣幫啲同學去應對？例如喺工程裡面嚟緊所謂可持續發展嘅需要咧，我哋就可以加一個延伸主修。咁呢個延伸主修咧，對同學我只要讀多8科，呢8科咧就全部好可持續發展聚焦嘅。同樣，例如 AI， 我哋讀 Science 可唔可以 AI 咧？可以。我唔係 Computing 可唔可以 AI 咧？可以。但係佢又一樣要讀多8科，聚焦係 AI 或者聚焦係呢個創意嘅。
就幫同學點樣咧？我哋個思維就係話喺佢哋嘅主頁上面，我係幫同學加咗一啲價值 value 落去，以至同學喺佢哋做工程，同時可以將可持續發展嘅概念，例如咁講擺咗落去，喺做商業裏面可以將 AI 嘅概念擺咗落去，咁就變成可以更加將同學嗰個專業咧再擴闊啲，跟進到而家時代發展嘅需要同埋嗰個要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理念。咁呢個咧通常我哋喺同學咧就喺第2年嘅時候咧，佢可以選修嘅。好，因為時間關係咧，我未必講到好多，但係我亦都想大家可以按住每一個 program 咧，佢哋自己有獨特嘅一個 program talk 咧，我鼓勵大家去參與。咁喺我哋 AIS 咧，其實我係好開心嘅。我哋除咗學習咧，我係想 build 一個社群 ，build 一個 community， 所以我都會安排好多唔同嘅所謂課外一啲活動啦，軟性啲嘅啦，康樂性多啲咧，就令我啲同學有啲享受。咁就同學咧同緊宿舍啦，咁希望即係我哋希望出年開始啦。嗱，呢個希望，但係我希望咧可以俾所有1年班學生，希望有1年住宿嘅經驗。出年開始，咁交換生咧，我哋都鼓勵唔出嚟，因為嗰個嘅接觸咧係好唔同嘅。對啲同學嚟講咧，嗰個視野啊，個生活體驗啊，嗰個獨立性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嗱，咁因為唔同嘅 program 咧，頭先我百花齊放啦。咁係好唔同嘅要求，咁呢個咧係官網都有晒㗎啦。咁我諗呢個我唔花時間講。好就但係我想講咧，我亦都會睇緊 non-academic， 即係話一啲大家同學咧課外活動喺中學裏邊嘅課外活動嘅參與啦。另外我哋所有啲 program 都要 interview 嘅。咁 interview 咧，其實我想面對面同啲同學傾下偈，理解下佢哋個想法，以至咧我哋幫佢可以考慮係咪 match 到落嚟我哋啲 program 嗰度。OK。好嗱，就呢個就係官網都有嘅，大概我哋過去1年或者2年一啲收生喺 DSE 嗰個嘅 score 係點樣啦。咁你見到啦，我講 DDP 咧，即係一個係尖子課程嚟㗎，所以佢係收生係比較高啲嘅。其他2個課程咧，我就覺得我哋講緊我哋收嘅同學，我哋唔係睇佢係咪一定狀元，我哋反而睇呢啲同學咧，佢有冇呢個潛質。佢嘅潛質入咗嚟之後呢4年咧，頭先講緊嗰啲唔同公司大品牌咧，就唔係因為佢嘅成績。就因為佢哋呢度發展到自己，所謂自己一啲所謂skills， 特別啲軟技巧咧，以至佢揾工嘅時候咧，佢比其他人優勝。好嗱，我諗 scholarship 呢個咧係官網有晒㗎啦，咁呢個我諗我唔多講啦。好喺呢度咧，我都留少少時間咧俾大家唔知，因為我知道呢個要成個學院講晒啲課程咧就比較倉促啲。我鼓勵大家其他啲課程有自己嘅 program talk 咧，我鼓勵大家去即係如果有興趣再聽詳細少少。